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寂靜涅槃，叫做佛教三法印。乜嘢叫做法印呢？譬如公司文件裏邊用嘅印鑑，三法印用嚟衡量判斷某哲理是否契合佛法嘅標準。乜嘢叫做諸行無常呢？行係遷流轉變嘅意思，世間一切事物都係因緣和合而生，因緣離散而滅嘅。宇宙萬物包括精神物質都係變化無常嘅。正如《金剛經》所講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人嘅欲望係永無止境嘅，一種需求得到滿足，又會產生另一個新嘅需求。但係呢啲無窮盡嘅欲望，必然唔會獲得充分嘅滿足，最後會令自己陷於需求難以實現嘅痛苦之中。萬物就好似疾風迅雷、逝水殘陽一樣，瞬息萬變。呢種現象叫做諸行無常。咁咩嘢叫做諸法無我呢？諸行無常嘅行係世間有為法，諸法無我嘅法係包括咗世間有為法同埋出世間嘅無為法。諸法無我係講一切存在係冇獨立不變嘅永恆性。換句說話嚟講，世界上係冇獨立自我存在、自我主宰嘅永恆主體。所以人有生老病死，物有生住異滅，而世界係有成住壞空嘅。人嘅生理同心理不斷咁變化，人嘅死亡係五蘊一期嘅分散，同時喺生命貪欲嘅推動下，因果律嘅自然支配下，又投生成為另一個新嘅生命。呢個新生命同樣係無實體無我嘅，但係世俗人唔了悟呢種道理，喺身體、情感、意志、認識各方面生起貪着，執着有我為實體，產生貪嗔癡，形成各種煩惱，進而造業，有業力就有生死輪迴。涅槃寂靜係咩嘢呢？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係否定人生，但係涅槃寂靜係用肯定嘅形式去表達人生。寂靜係涅槃嘅狀態，徹底滅除一切煩惱，覺悟到宇宙人生嘅真理，超越生死，寂然常住於本然覺性之中，稱為涅槃。涅槃寂靜係三法印嘅終極，令人從緣起法中體悟無常無我，從而依佛陀嘅涅槃方法去修持。涅槃法嘅範圍係甚廣嘅，佛陀所演繹嘅一切法都係涅槃法。從文字嘅角度嚟講，所有經律論三藏都係令人歸向寂靜涅槃嘅方法。各位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寂靜涅槃係三法印。凡閱讀經典嘅時候，以三法印嚟衡量佢嘅內容是否契合正知正見嘅佛法，係最為標準嘅。